年最后一摆天赦日，伫国历1月7日，也就是明仔载。美术专家提出乡亲下当炸鸡卵，也是带壳的灵景观去天公庙拜拜，迎接新的一年。台湾守庙天坛就准备900份的福袋啊，希望讲互信众吉祥灯会寿，步步高升。虎年上尾的天赦日伫正月7日，民俗专家呼吁大家，若想要清理无顺的运势，会当准备鸭卵，或者是带壳的灵景观去天公庙拜拜。 吃鸭蛋以后，人生可以金蝉脱壳，从此以后，身体、事业、婚姻、财力都不会再鸭蛋，就是期待明年万万万。台湾守庙天坛准备900份天赦日福袋啊，内底有金纸、面线、平安水等等的科技用品。寿面就是平安长寿的意思。好，那平安水净化心灵，糕饼步步高升。那个鸭蛋呢？ 就是祝福大家可以破壳重生，还有金蝉脱壳。现场嘛有准备100粒鸭卵，配合白米和金纸，会当互信众伫天赦日这天得到祝福。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